来继续来看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进前为着要表明讲，台湾的人才拢留袂住，伊就来讲红红飞走路，入来一堆鸡，结果互批评讲是咧轻视外籍移工。昨中昼，韩国瑜开直播批评蔡政府开放新南向免签证的政策，造成台湾社会混乱。讲有海关人员甲定情，讲有一寡来自东南亚的旅客。 其实拢是来台湾卖春甲非法做工的，结果再度被批评了。都有新移民团体爱道歉。真万确的，我们海关第一线人员说，我们人力超级不够，有的时候整班飞机有一半的旅客，我们都怀疑他来台湾干什么的。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来盘问，但是我们怀疑他们进台湾来的目的，尤其是一大堆，我们最近抓到很多来台湾卖淫的。 还有非法打工的。昨中昼的直播，高雄市长韩国瑜讲，这是海关人员讲的，针对蔡政府开放新南向免签，造成真侪东南亚的人来台湾做非法的代志。尊重，但是对这些跳机的，拿到签证以后进来乱七八糟的，不光是海关人员受不了，事实上对台湾社会来讲，会制造更多的问题。 我讲伊今年讲的放弃过来的言论，互人扭曲，因过伊愈解说愈被人质疑。这讲法，和新移民团体真不满，爱伊回失礼。这样子很不妥啊，因为这样子就是歧视的那个很严重。那他这样子得罪了20万张票呢。 针对外界批评，韩国瑜竞选办公室以书面的声明回应讲，韩市长是秉持着务实解决问题态度甲立场，检讨并且改进新南向政策缺陷，甲国内人才流失的问题，和这个政策会使愈来愈好。